咱来看高雄，想袂到这高雄的卫生局心理卫生中心进前的执行秘书何建中性侵这辅导个案小女，这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呢，今日开记者会，要求市政府甲相关的官员送政风处调查。那卫生局再去表示讲呢，侦办期间保密是为着保护被害人，因会继续来检讨强化社会安全网。 民代坐一排手提标记牌，高雄北区卫生局心卫中心前执行秘书何建中利用职权查立管辅导少女个资，涉嫌诱骗性侵案件。国民党民代初五开记者会，要求全面检讨社会安全网破卡，并点名卫生局长王志忠爱下台负责。不只是社会安全网漏洞，连治安的洞漏得更大，完全都没有开过记者会出来道歉，也没有说明哦。市府的社安网。 破洞了，导致孩子被公务人员利用职权来伤害。我想市长身为高雄市的大家长，应该要有责任出来面对受害者，面对市民朋友。民代认为卫生局管理不周，应将相关官员移送政风处调查，并质疑性侵案的消息封锁半冬才曝光，敢是有人渎职或者是包庇？对此，卫生局长王志忠会再回应，涉案人拢已经定处，无限讲是要保护被害少女。何源 跟他太太分别在卫生局被记2个大过免职，在社会局也被记2个大过免职。此外，何源因为涉及到违反儿少权法，也被处以最高60万的罚款。这个部分也是要打破一个迷思，不是职权越高，他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去获取这些的名单，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职务内容，他就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权限。 妇女团体认为，政府甲相关机构应全面检讨个案查看宽限。高市府表示，后续会为制度、管理苛刻等方面落实矫正，并委托外部治安专家调查，强化个资甲降低个资漏泄风险。针对个案，嘛会继续配合司法调查，检讨保护机制。公司新闻单访问柯正俊高雄报道。